大家好，今日咧，我哋就分享關於復活期第4主日嘅讀經嘅。咁就福音嗰度咧，主要係講到耶穌係善牧咯，我就係門，邊個如果係經過我進來，必得安全，可以進，可以出，可以找着草場。即係咁咯，咁就另外一度咧就講我來，卻係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盛嘅生命。咁呢句就好重要嘅，即係一個核心嘅一樣。我嚟係為叫佢哋獲得生命，更豐盛嘅生命。咁就另外一度咧有提及羊都跟隨佢，羊都跟隨耶穌，因為羊認得佢嘅聲音，即係咁咯。咁我哋就繼續，咁就先係睇宗徒大事錄㗎啦，係早期教會嘅五旬節嗰一日，伯多祿同11位宗徒就站起來，高聲向群眾咁話：猶太人啊，及所有居住喺耶路撒冷嘅人啊，請你哋留意，側耳靜聽我嘅話，即係伯多祿嘅話。以色列全家應確切知道，天主已把你哋所釘死嘅嗰位耶穌立為主，立為默西亞啦。眾人一聽見呢啲話，就心中係刺痛，於是就向伯多祿同埋佢嘅宗徒咁話：諸位仁人弟兄，我哋應該做咩呢？咁伯多祿就對佢哋咁話：你哋悔改吧，你哋每人要以耶穌基督嘅名字受洗，好赦免你哋嘅罪過，並領受聖神嘅恩惠。因為呢啲恩許就係為咗你哋同埋你哋嘅子女，以及一切遠方嘅人，因為都係我哋嘅上主天主所召叫嘅。佢還講咗好多作證嘅話，並勸佢哋咁話：你哋應係救自己脫離呢個邪惡嘅世界。於是凡接受佢嘅話嘅人都受洗。喺嗰一日約增添咗3000個人，即係咁初期教會呢度啦，就嘅發展啦。咁跟住我哋就睇伯多祿前書啦。咁伯多祿前書就話：親愛嘅諸位，你哋如果係因行善而受苦，而堅心忍耐，呢個先至係忠於天主嘅事。你哋原係為此而蒙召嘅，因為基督都係曾為你哋受苦，給你哋留下咗榜樣，叫你哋追隨佢嘅足跡。佢冇犯過罪，佢口中都從未係出過謊言，受辱罵，卻不還罵；佢受到虐待，卻不報復，只係將自己交俾嗰啲照正義施行審判嘅天主。佢喺自己身上
親自承擔咗我哋嘅罪過，上咗木架，即係十字架啦，為叫我哋死於罪惡，活於正義，死於罪惡，活於正義嘅即係咁咯。咁就伯多祿前書啦。咁跟住都佢話你哋係因佢嘅創傷而獲得咗痊癒。你哋從前有如迷途嘅亡羊，而家卻係被領回歸於你哋嘅靈牧同監督，係啦。咁就伯多祿前書咁講啦。咁到福音，若望福音啦。咁嗰個時候，耶穌話：我實實在在講俾你哋聽，凡唔係由門進入羊棧，而由另處爬進去嘅，便係賊，係強盜。看門嘅給他開門，羊聽從佢嘅聲音，佢按名字係呼喚自己嘅羊，並引領佢哋出嚟。當佢把羊放出嚟嗰時，以後就走喺羊前面，羊都跟隨佢，因為羊認得佢嘅聲音，認得耶穌咯，就跟隨佢。羊決唔會跟隨陌生人，反而逃避陌生人，因為羊唔認識陌生人嘅聲音。咁呢度係強調係跟隨基督咯，即係呢樣嘢。咁就跟住我哋嚟到好重要嘅一句。耶穌就對佢哋講咗呢個比喻，佢哋卻唔明白佢所講嘅係乜嘢。於是耶穌又對佢哋咁話：我實實在在講俾你哋聽，我係羊嘅門，凡係我以前嚟嘅，都係賊，都係強盜，羊係冇聽從佢哋。我就係門，邊個係如果係經過我進來，必得安全，可以進，可以出，可以找到羊場、草場。賊來無非係為偷竊、殺害、毀滅，我來卻係為叫佢哋獲得生命，更豐盛嘅生命，獲得生命。更豐盛嘅生命，呢個係好重要嘅一句啦。若望福音就咁，然後就頭先都係講返，即係讀經嗰啲嘢咯。咁就跟住我哋睇喺方濟各嘅通諭裏邊咧，就願你受讚頌，有乜嘢係配合到咯？咁就第8段講懺悔咧，每個人卻需要因自己對地球所作嘅傷害而懺悔，因為我哋所有人都係製造小型嘅生態破壞，即係話我哋個個都有破壞啲環境嘅，咁最少係小型咯。咁我哋都必須係承認自己有份於受造界所遭受嘅大大小小嘅外在嘅傷害同埋摧毀，即係我哋要認錯咯，即係而承認自己有做錯而懺悔。咁第119段就講關於恢復啦。如果話目前嘅生態危機只係現代嘅理論文化靈性危機嘅一個微小嘅症狀咧，
要係我哋唔先恢復所有基本嘅人際關係，都無法恢復我哋與大自然同埋環境嘅關係。即係話咧，我哋要恢復咧，都要係全面嘅。咁我哋要，但係咧，我哋有各方面有諗，但係唔諗關於人際關係，就話缺咗一啲嘢。我哋都要恢復基本嘅人際關係，嚟去真係全面啲恢復我哋同大自然同埋環境嘅關係。即係我哋要係重視呢樣嘢咯。咁就跟住就2、3、5段聖洗聖事，因着水、油、火、色彩嘅意義所象徵嘅力量，都納入我哋讚頌嘅行動中。喺聖洗聖事中，倒在嬰孩身上嘅聖水，象徵新生命。即係受洗咧，係象徵我哋都得到新嘅生命嚇。咁就喺聖方濟各教宗方濟各嘅生態通諭，即係有講關於呢啲。咁我哋而家就睇梁14啦。咁梁14最近就去非洲啦。咁佢喺教宗梁14世於4月13日展開咗佢喺非洲4國嘅牧靈訪問。教宗喺首日下午就參觀咗阿爾及利亞嘅大清真寺，就係呢個大清真寺，就係即係全世界第3大嘅清真寺。佢喺大清真寺中係靜默省思片刻，就一齊喺度省思。隨後與清真寺嘅院長進行對話，並喺呢個重新促進和平與寬恕、鼓勵研究嘅價值，即係研究有價值嘅。咁我哋要睇到嗰個價值係點？對真理嘅追求又要即係我哋做研究嗰陣時都要對真理追求，以及對每個人嘅尊重啊！真理嘅追求，對每個人嘅尊重啊！咁就要強調呢樣啦。咁就教宗咧入嗰個清真寺嘅門口嗰陣時咧，佢就剝咗對鞋，就打赤腳入去清真寺。一般佢哋係打赤腳入嘅。咁教宗梁14係第一位教宗咁樣去赤住腳嚟進入嘅嚇。咁教宗梁14世4月14日下午咧，喺阿爾及利亞安納巴聖奧斯定大殿主持彌撒，向在場約1500名參禮者強調，在一個充滿差異、尖鋭對立、社區分裂同埋破壞世界裏邊，佢就強調要尊重每一個承載着天主形象嘅人，要尊重每一個承載天主形象嘅人，加強愛與友誼嘅紐帶，每一步都係朝着
必要積極和進步嘅未來邁出一步要咁樣向前邁進咯。咁跟住喺4月21日咧，教宗結束安哥拉嘅牧靈訪問之際，安哥拉同埋聖多美主教團主席恩巴姆可總主教強調，教宗係鼓勵我哋面對現今嘅挑戰，聆聽貧困者同埋被邊緣化嘅人，特別要係付諸實行嘅，就係不要讓任何人喺貧困中生活，卻需要係懂得與他人分享天主賜予所有人嘅一切，要向剝削說不，向自私自利說不，向個人主義說不，即係唔好剝削，唔好自私自利，唔好強調個人主義。需要係尊重人性尊嚴，尊重人嘅整體發展，即係我哋要係咁樣咯。即係咁教宗就係咁樣強調。咁就梁14咧喺呢次嗰個即係探訪咧係做咗好多嘢，同埋好成功嘅咁我哋都要鼓勵，即係支持佢，同埋學習佢，主佑大家